针对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14号所公布22县市首长满意度甲市政民调，结果台市治安满意度赢得金奖，对驻议员郭凤仪相当质疑，因为自从桂林甲阿兰区的枪击案发生以后，民众的观感就是台市无搁再破失。对此，想要到警察局长嘛回应，比起4年前，台南现在已经是高度复杂的社会，无搁再破失。发生这样的代志，其实在会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会觉得质疑，到底我们的治安怎么了？咱外来犯罪、穿越性的犯罪，跟过去增加真多。这伫咱的案件发生的这个情形，咱有去做分析，它已经是迈入一个高度开发的一个工商业治安环境。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社会。为维护治安，议员都来要求市府千万唔通自我感觉良好，嘛进一步检讨现况伫阿兰区甲新营的台市刑事警察大队的队伍并无适当，建议爱设置沙仑特定区。以目前我们台南市刑大来讲，迄个所在2个地方来讲，2个队部来讲，其实也无做适当啦。如果会使的话啦，伫咱沙仑特定区内的这个机关用地要设置沙仑派出所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规划看看，把市营大也放在这里，迄个所在拢总有1点差不多1公顷，愿不愿这样子去规划？机关用地要来把合并市刑大跟沙仑派出所，我们来思考看看，评估看看。另外，针对全国拢盛行的诈欺案，市长强调，台南成立大诈队以后，1个月内已经组织3000多万的诈骗金额。伫每一摆治安汇报，嘛拢会颁发超商协助有功人员到10来件，全力宣导拼治安。台南新闻郭文吉、林英庚采访报道。